傳統係戲曲文化嘅根，一定要保留傳統，不可以缺少嘅。他曾是紅遍廣州的卡拉王子，在演藝事業巔峰時刻，他毅然選擇扎根新加坡，只為在這片土地上播撒粵劇藝術的種子。面對語言環境的變遷與傳承的艱辛，林老師始終堅守以情帶腔的藝術追求。他以無私的愛心與毅力，培育出一批批戲曲新秀。讓我們走進林東明老師的故事，看他如何堅守不離不棄的粵劇人生。林老師你好，你好，首先就要恭喜你最近榮升咗做外公喎。係啊，好開心，我女咧生一個男孫，係真係恭喜晒，恭喜晒。係好開心嘅事，係。老師，我想請問你你大概幾歲開始學習粵劇㗎？咁我咧就比較遲嘅，做戲曲呢行咧就有啲係9歲啊，或者10歲好細嗰時就學啦，或者17歲高中畢業先開始學戲嘅。咁樣點解你當時又會選擇粵劇作為你嘅事業發展呢？咁我自細咧我就同阿嫲咧個關係非常之好嘅，咁阿嫲咧就好中意聽粵曲嘅噃。自細咧喺我身邊講邊個老官又唱咩歌，又哼俾我聽，又唱俾我聽，自然咧我就知道邊個老官唱咩腔，邊個唱嘅曲係最好聽。咁收尾啱啱高中畢業之後咧，就佛山粵劇團當時招生，咁我咧就去到佛山學戲啦，正式入圈啦。你係陳小漢前輩嘅入室弟子，佢除咗教授你粵劇之外，其他嗰啲藝術精髓，佢嘅價值核心係啲乜嘢啊？我係好榮幸咧，係做到師傅嘅弟子。我好中意師傅嘅唱腔，佢扇子功、水袖功，佢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由於師傅咧，自從30幾歲嗰陣時候咧，佢就類風濕心臟，所以好早就離開到粵劇舞台。但係師傅佢有驚人嘅毅力，雖然佢身體唔係幾好，咁但係佢當佢得閒嘅時候咧，佢不斷咁創造自己嘅唱腔，錄製咗好多好多嘅粵曲作品。咁所以咧，人哋話佢嘅曲咧就係叫做悲腔嘅曲嚇。咁佢嘅精髓係乜嘢咧？佢嘅精髓就係以情帶腔，以腔傳情，腔隨情轉，因情造腔。我覺得我非常之受用、受益一生。咁仲有咧，我同師傅嘅身上咧學到一樣嘢，就係我哋做藝人咧要有毅力，不管自己身體有乜嘢唔好氣餒不管有咩挫折啦，亦都唔好氣餒，輕鬆面對生活。師傅留俾我呢兩樣係最寶貴嘅財富。林老師響90年代嘅時候，廣州係你嘅事業最巔峰嘅時候，仲有卡拉王子之稱喎。嗰陣時係乜嘢原因令你會嚟新加坡發展呢？係嗰年咧係我最記得係我自己37歲我喺廣州發展得都唔錯嘅好多嘅演出機會啦做司儀啦，拍卡拉 OK 啦。咁但係我點解要嚟到新加坡？呢個咧就係追究咧有幾位新加坡好朋友，佢話新加坡好缺少一位教歌教戲嘅男老師。如果你嚟到咧，對新加坡嘅粵劇咧就有好大嘅幫助。咁仲有最大一個吸引咧，就係話你個女嚟新加坡讀書好新加坡嘅環境好，不如咧就咁樣啦咁。兩大嘅吸引咁好啦，咁咧就狠下心嚟喺1999年嚟到新加坡發展，開創到一個新明星粵劇中心。當時你以咩初衷嚟開辦呢一個中心㗎？1999年7月15號，我非常之記得呢個日子。咁我喺新加坡咧就創立到明星戲曲中心。我點解要明星咧？明咧其實咧係取住我個名凌東明，星係代表新加坡，凌東明嚟到新加坡發展。咁後嚟咧喺過咗2年之後，改為新明星。我係希望咧係通過自己嘅傳承，通過自己嘅教導，能夠培育一啲新嘅粵劇演員，
粵劇愛好者，等佢哋成為新嘅明星。喺你嘅學生當中，有一部分已經係樂齡嘅退休人士。你有冇用啲咩特別嘅教學方式嚟令呢一班學生，令佢哋覺得可以享受粵劇嘅樂趣呢？又唔至於會力不從心呢？咁喺我嘅學生之中，好多咧都係退休人士，咁但係佢哋嘅熱情咧，佢哋係非常之熱烈嘅。喺佢哋學習過程中，一定要力所能及。咁當然喺個排練過程中，我都有時咧會鬧人。啲學生話老師好惡，我唔係鬧佢哋唔長進，唔係，我係只不過，點解你做唔到？我希望我嘅學生雖然係業餘嘅人，但我希望用我哋廣東粵劇院專業嘅精神去教導佢哋，希望佢哋能夠做到更加好。你有好多學生都跟隨咗你好多年，佢哋亦視你為良師益友。你有冇一啲説話想同呢班對你不離不棄嘅學生講呢？我真係非常之感謝。我經常講一句説話，我話冇呢班學生就冇凌東明，亦都冇新明星粵劇中心嘅存在。喺課堂上係師生，但喺課後我哋係朋友。其實咧，佢哋咧好多學生咧都係事業成功人士，即使唔係事業成功人士，都喺自己嘅工作裏邊奮鬥咗幾十年，有豐富嘅人生經驗。雖然我喺粵劇藝術力方面咧有自己嘅業務水平啦，可以教到佢好多嘢啦，但係佢哋個豐富人生經驗亦都教識我好多嘢，點樣去面對人生，挑戰自己。咁樣關於承傳呢個大課題，你覺得要吸引啲年青人嚟接觸粵劇，最大嘅困難係喺邊一個方面啊？最大困難梗係語言啦。新加坡唔係話好似廣州咁樣，全部都係講廣州話嘅。大家都知道啦，新加坡好多係福建人，好多係潮州人。哇！呢個人我點樣去因材施教？呢個係我喺20幾年裏邊教學工作最大嘅挑戰。咁樣你有冇諗到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呢？方法我首先我力量低微，我曾經都講過，邊個有後生仔嘅、年青嘅細蚊仔嘅願意學粵劇呢，我都會教佢。我曾經免費教過幾個細蚊仔，咁但係教下呢，佢學生大到啦，家庭又唔中意啦，佢話要去俾心機去讀書，唔好影響佢讀書啦。破下佢就走到啊！所以你想去教，未必佢做。咁我中心呢，曾經呢有幾位30幾歲嘅後生仔男仔，仲要男仔添嚟跟我學起啊！咁我都好欣慰。我希望你以後呢能夠再碰到有啲30幾年青嘅，主要對粵劇有興趣嘅，我都好願意呢無私咁樣嚟教導佢哋。關於你嘅戲曲中心，你有咩長遠嘅計劃？好似話培養接班人啦，而你心目中嘅接班人係要有啲咩嘅條件㗎？畢竟我哋年紀都大啦，60幾歲而家我哋教到20幾年，都覺得有啲力不從心。咁當然咧，揾呢個接班人嘅時候，有3大條件。一個首先有專業水平先，第二要有責任心先，第三有愛心。咁呢3個方面咧，亦都係我喺20幾年裏邊要求自己要做到嘅嘢，咁先能夠不辜負學生對我嘅期望同埋我嘅信任。我哋嘅宗旨一樣係喺自己嘅條件能力所許可嘅話，做多啲好戲俾觀眾睇，俾喜歡我哋嘅知音朋友睇。咁你有冇考慮與其他啲團體合作嚟承傳呢一個藝術文化呢？其實喺20幾年裏邊咧，我已經同好多團體合作過嘅，包括同呢個新藝劇坊嘅陳連子合作嘅演出啦，應南華嘅邀請同佢哋搞過一齊嘅演出，
有幾個潮劇嘅，有幾個粵劇嘅，大家潮劇同粵劇喺同呢一個舞台裏邊展現各自不同嘅藝術啦，我都有咁嘅形式。其實我係冇停過嘅，我覺得非常之有必要。通過同人哋其他嘅團體嘅合作，睇到人哋嘅好嘅嘢，我就要學習。咁樣如果要承傳我哋呢個古老嘅藝術，你認為咧係要保留傳統咧，或者係我哋加入啲創新？兩樣都咁重要。傳統係戲曲文化嘅根，傳統文化嘅基礎，一定要保留傳統，呢個不可以缺少嘅。但係我哋社會係不斷向前向新，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喺保留傳統嘅基礎上，一定要有創新。你唔創新，點樣滿足一啲年青人嘅心態呢？或者滿足而家時代嘅步伐呢？所以兩者係不能缺少，係兩者一定要兼顧。當你完全退休之後，你有冇咩想做嘅嘢啊？享受人生咯！我哋已經辛辛苦苦幾十年啦，咁梗係要享受人生啦！好似剛才話頭，希望抱孫啦，做自己開心嘅嘢啦。呢個係每一個退休人士都希望所做嘅嘢。咁但係點退休都好，當然離唔開粵劇，因為我係為呢個粵劇拼搏咗幾十年，為之奮鬥咗幾十年，當然唔可以離開到粵劇。即使我唔教、唔策劃，我都要關心佢，我都希望佢粵劇呢條路以後越走越好㗎嘛。呢個就係享受人生，但係對粵劇我係不離不棄嘅。你係一位好優秀嘅粵劇表演者，在你咁多場嘅演出當中，有冇邊一場係令你感到最有成就而又自豪嘅舞台演出呢？喺咁多年裏邊咧，喺藝術裏邊咧，係有兩個咧係非常之值得我難忘嘅一次藝術嘅經驗。第一個就係水淹南橋。水淹南橋呢出折子戲咧，係根據典故《美生抱主》所撰寫嘅一段折子戲。因為呢個折子戲咧係小生應功嘅，用長水袖而表演呢個小生呢個美生不畏風雪嘅襲擊，而順手落鹽等候自己最心愛嘅人。咁喺呢段嘅水淹南橋裏邊咧，要用水法啦、長水袖嘅功啦嚟應付呢個折子戲，真係好困難。當時咧好多謝我個老師周公瑾老師咧對我咧全程嘅傳授可以講當時咧係非常之辛苦。咁我好開心，我做完之後攞咗獎之後嚟到新加坡，我又傳授到幾位學生，並且所有學小生行當嘅同學都學到呢個戲。雖然佢好難，但係佢哋起碼敢於接觸、敢於挑戰，我覺得係好開心。第二就係我2018年8月18號喺新加坡舉辦嘅一個凌東明嘅折子戲專場，請到4位梅花獎嘅花旦嚟助陣，麥玉清啦、蔣文端啦、蘇春梅啦、同埋陳允紅啦嚟參加我嘅演出。並且我最開心就係挑戰自己，因為我以前未做過老生㗎嘛，我用老生行代應功，同阿蘇春梅做宋江老殺閻婆惜。當時我壓力好大，但係好開心。嗰晚嘅演出係達到一個好好嘅效果，觀眾又鍾意，我自己又覺得喺藝術上一個好大嘅嘗試，好大嘅挑戰。呢兩樣係我人生裏邊藝術裏邊係最令得我難忘嘅藝術里程。你喺2022年9月4號好榮幸咁樣得過新加坡戲曲學院頒贈俾你嘅卓越貢獻獎，可唔可以講下你當時嘅心情啊？哇！當時嘅心情真係既覺得開心，亦都覺得沉重因為我
喺呢個教學嘅路子裏邊咧，已經走咗20幾年啦。我真係付出好多，我得呢個獎，我可以講係問心無愧。但係唔好忘記，新加坡仲有好多比我年紀大嘅老師，佢亦都為之呢個戲曲藝術拼搏咗幾十年。呢個獎係俾嗰啲全心全意、辛勤喺呢個戲曲文化嘅推廣傳承呢個路傳所有嘅老師嘅，俾咗個獎我，更加鞭策我喺以後嘅呢個路主裏邊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呢個獎我覺得好有意義，我作為一個鞭策自己係呢個好重要嘅時刻。凌老師，如果你冇選擇粵劇嘅話，你會做邊一行？你最認為最啱嘅咧？雖然我中意粵劇，其實咧我係中意做老師嘅。當我高中畢業之後，其實咧我係準備做老師嘅。我係喺一間小學裏邊做代課老師，準備考大學。考大學亦都係之後想做一個老師。啱啱準備考大學嗰時候咧，佛山粵劇團要招生，因為我中意粵劇啊嘛，咁所以我又去做粵劇。咁但係好奇怪喎，當我做到粵劇咗之後，過咗10幾20年，我又去嚟新加坡做老師。其實兜兜轉轉都係做翻老師。咁其實咧我個宗旨我都係中意做老師，只不過我係從學校嘅老師就變成一個粵劇嘅老師。咁樣你一生都奉獻俾呢個粵劇嘅藝術，你有冇希望你啲孫仔孫女啊將來都會接觸呢個粵劇咧？我咁中意粵劇，我梗係希望我個孫都能夠中意粵劇啦。但係呢啲唔係我哋話㗎喎，我希望好多個家庭有細蚊仔都能夠吸引佢哋去加入我哋粵劇呢行因為冇後生一輩粵劇唔可以向前，係嘛？咁所以我梗係希望我嘅孫能夠中意粵劇啦。